大家好，又嚟到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 時間。上個禮拜個市表面上好似唔喐，但實際上係典型嘅磨人市。佢唔會用一支大陰燭嚇走你，反而用一格一格嘅拉鋸、假突破、掃止損，慢慢逼你自我懷疑。對我哋做風險資產嘅人嚟講，呢種盤面先至最危險，因為你會喺最冇方向嘅時候加槓桿，喺最唔應該追價嘅時候追價。今集我哋唔講情緒，我哋用最新嘅圖表拆返市場而家真正嘅控制區喺邊度？今個禮拜邊啲催化劑最容易觸發大波動？先講比特幣，按最新走勢，市場仍然願意喺88,000呢個區域承接，但承接唔等於轉勢，因為上面嘅供應仍然重，價格一旦翻上89,000附近就開始放慢，唔係一口氣衝翻去92,000、92,700嗰種趨勢性回補。如果你再落到5分鐘圖，你會見得更赤裸。5分鐘最新一段開喺89,254美元，高位89,282美元，低位89,188美元，收喺89,233美元。同一時間，短週期250期均線大約喺89,210美元附近，價格就係貼住呢條線上上落落。呢種貼均線盤面通常唔係安全，反而係準備揀邊。一係向上抽，逼空兼逼你追；一係向下踩，掃晒你嘅止損同槓桿多單，先至再慢慢拉返上去。所以我哋要直接修正一個常見錯覺，之前講嘅階梯式同一底高於一底敘事，喺最新呢一段未必成立。今輪更貼近嘅描述係下方掃貨，上方供應，即係話每次一插落去88,000附近就有人接，甚至今次喺87,818美元附近亦見到明顯下影，但每次彈返上去，市場又即刻用橫行消化，唔俾你順利建立方向。對散戶嚟講，呢個係最容易中伏嘅局，因為你會用趨勢思維去打震盪盤，結果就係左右兩邊都俾佢抽水。講到控制區，比特幣而家有3條線，你一定要當成公司嘅 KPI 門檻咁去睇，而唔係當成裝飾。第一條係操作線，90,800美元。呢條線之所以重要，唔係因為佢好聽，而係因為市場之前曾經喺呢個位上方磨過、堆過倉，然後一棍跌穿，代表上面嗰批人成為潛在嘅解套供應。所以喺未重奪90,800美元之前，你見到任何反彈都要先假設佢係回抽阻力，而唔係新升浪。第二條係短期結構線，92,000至92,700美元。呢個區域反覆上攻失敗，轉頭下破，短時間內已經由支撐轉阻力。如果市場真係要年尾反攻，第一步一定係日線或4小時重新企穩90,800美元。第二步先至係逐級收復92,000同92,700美元，否則你講10萬、10,500都只係口號。第三條係供應帶98,000至10,500美元，呢度係心理關口加歷史籌碼口區，亦係最容易出現衝上去就俾人派貨嘅地方。所以就算市場真係抽上去，策略上都應該把呢段視作分批鎖利，降低倉位風險嘅區間，而唔係用槓桿去搏一穿過就發達。而今個禮拜令呢個盤面突然揀邊嘅催化劑其實唔少。宏觀層面，有分析指日本央行可能喺12月19號加息25個基點。市場之所以怕，唔係因為日本本身，而係因為日元資金鏈條對全球風險資產嘅槓桿結構影響深。一旦利率或者匯率預期轉向，就會觸發倉位被逼調整。最先中招嘅往往就係高波動嘅加密資產。另一邊，期權層面亦係潛在推手。有分析指12月23號前後有大型期權到期，市場最大痛苦點仍然集中喺10萬美元附近。呢類效應唔係神秘力量，而係造市商對沖行為可能形成嘅機械性牽引。換句話講，如果盤面先向下踩爆一輪多單，清走槓桿，再配合期權嘅碼同現貨回補，市場完全有條件喺短時間內快速反抽。相反，如果市場喺低流動性時段被宏觀消息引爆，先向下穿位，清算會比你想象中快得多。資金面方面，市場仍然流傳幾個觀察。有分析指 Coinbase 日價由負轉正，往往意味合規資金喺現貨邊走邊建倉。現貨 ETF 亦都有個別時段出現小幅正流入，未必足以逆轉趨勢。
但可以延緩恐慌性拋售。另外，亦有分析指，傳統金融機構逐步提供託管或者相關服務，反映高淨值需求並未消失，只係入場節奏更審慎、更重視風險管理。呢啲因素加埋，令市場出現一個典型矛盾：短線技術結構偏弱，但中長線需求敘事未死。結果就係向上冇人敢追，向下又有人接，形成而家呢種磨人盤。再講以太坊，當比特幣未走出方向，以太坊好多時只係被動跟隨，反而更容易喺震盪市入邊被止損。5分鐘圖顯示係磨而唔係走，開喺3115.6美元，高位3116.4美元，低位3111.7美元，收喺3115.5美元。短週期250期均線大約喺3092.9美元，代表短線係靠近均線上方拉扯。一旦比特幣再度向下踩，以太坊好容易被一齊拖落去，再測3000美元心理位。策略層面，喺呢種市場最務實嘅做法，仍然係將資金集中喺流動性最深、敘事最厚嘅資產，對體量細、解鎖密、流動性薄嘅代幣要維持風險折扣。而任何巨鯨動向，無論真與假，都只應該視為風險提示，而唔係入場理由。因為波動率放大期最值錢嘅唔係消息，而係倉位管理。最後，我哋用行為界線作結，只要比特幣未能重奪90,800美元並站穩，所有反彈都應該先當成回抽阻力，短線以降槓桿減壓為先。一旦重新收復90,800美元，並且能逐級企穩92,000至92,700美元區間，先再談挑戰98,000至10萬美元供應帶。至於向下，一旦再失守88,000並放量，你就要接受市場可能進入第二輪清算節奏，優先做縮表而唔係拗方向。記住，任何接近98,000至10萬美元嘅反彈，都要有分批鎖利同風險對沖嘅自覺。第二，急跌唔追沽，拉升唔追多，按位做，按風險做，先可以喺呢個地獄級難度嘅牛市入面生存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